唉，呢條仆街啊！唉，又睇呢條戇膠仔啲片。咦，巴打，機會嚟啦！電視台招募演員啊！你咪話想做演員嘅，不如你試下報名啦！唉，我嗰啲嘢邊有可能啊？發下夢就可以。你唔好咁睇小自己啦！你啊搞嗰台啊咁差，求其你點應啊，都拍得幾好啊！咁都叫好啊！得個10幾個自己 fan 訂閱，每條片啊得嗰幾十個 view 㗎咋。唉，有時都覺得都唔知拍嚟為咩。如果再咁落去，我都諗住接埋佢算啦。咁就更加要報名啦！你知唔知啊？點解你啲片冇咩人睇啊？咪就係因為你冇知名度咯。如果你啊上過電視啊，有知名度嘅話，你之後做乜嘢啊都有人睇㗎啦。聽你咁講，又好似有啲道理喎。就算做唔到大明星啊，起碼都叫做喺電視出現過啊。咁之後我個頻道應該會多啲人關注佢噃。咁好啦，睇過咩料先？仆街，亞視嚟嘅。亞洲電視工業村2025招募演員，18到50歲以上男女均可參加。睇下 CCK 今次做唔做到發仔？記得訂閱我頻道啊！